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阿叔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咱到160集吧，对啊，想起来就恐怖诶，既然录个集嘛，啊，重点是既然还未录完，迄个圣经还未读完，我要读完啦，剩无几本尔，但是咱还有这个代志在做诶啦，反正即嘛先来迄个复习一下，因为搁录20集嘛，那咱来教以前，咱是一开始会介绍台语啦。咱要介绍啥物是台语的轻声啊，或安怎迄个台语的读字啊，即款诶。即节咱来讲笑话，因为咱诶讲圣经较歹有机会讲咧笑话，但是台语笑话真趣味呢。无说你敢知有真济啥物？你有定来咧听迄个笑话吗？无定啦，毋过足爱听台语诶笑话啊。毋是诸葛亮迄款诶吧？毋是啦，无那诸葛亮迄款，咱嘛毋敢在遮讲。哎呀，对，我要讲这个是，我即马带团哦，尽量拢爱签字，知无？袂使性骚所以有迄个哇，歧视女性啊，迄款性暗示的迄款。其实古早诶笑话真济迄款。有够爱讲诶，诸葛亮时代有够恐怖，即马想起来，迄拢真济性暗示诶，对。迄咱即马拢袂使讲，所以听众朋友你毋能烦恼，还是讲还是听众朋友即马感觉就失望诶，就失望诶，我想要听无人听，袂使讲啊，即马袂使讲啊，嘿。我想讲一个好啊，这是阮教会迄个干事甲我讲诶呢，就是因为我要开始带团嘛，伊就甲我讲，恁带团时拢爱讲真诶笑话，我甲你讲一个我上爱诶笑话，无说听讲卖啊，这有种笑话敢若谜语的，伊就是讲，你若今仔话你要出门塞车，有一只狗啊，就挡你头前袂走，伊有一种饮料，我说伊会着，这就困难的啦，我感觉你一定又袂着。咱早起拢会啉啥物饮料？牛奶。你啉牛奶哦？要甲清奶粉。要甲清醒无清醒的嘛？清醒啊！要啉啥？要甲清醒啉咖啡啊！系啊，就咖啡啊！你知狗仔歹走啊，你就咖啡咧。咖啡啊 ，OK， 你有好笑无？有啦，但是袂煞哦。即马伊若你甲逼落对不对？走去隔壁迄台车，个又有一种饮料有白煮诶。这你绝对又袂着啦。但我想讲，我听众朋友想一下。无吼，博朗咖啡，博朗，因为别人较比，你知道，等话别人较比啊，所以一开始你甲比就话别个比，无错，你感觉无好笑哦？上尾，伊若个跳转来变怎？佮有一种饮料，我直接讲答案个，就是曼士德咖啡。因为嘛是得咖啡，你知道无？所以哇，这么对，所以讲这毋是你的笑话吼。我对带团讲台拢感觉就会笑呢。像这就是谐音梗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讲伊的音有相关啊，有相关啊，你听到就讲哦，就趣味的，这是趣味的好笑啊。但是咱即个有。无说你即马选什么笑话会讲嘛？我准备足济来。你准备足济吗？先互你讲讲。我免先讲啊，阮老母捌讲过迄个庄稼故事啊，这较无成笑话庄稼故事啊，庄稼故事有诶讲啊足夸张啊，嘛足心声。你先讲一个来听讲卖。讲安尼有一个查某囝啦吼，有一间厝一个查某囝啊，嫁去北庄啦吼。要去诶时，因老母就惊讲这查某囝拢黑白讲话啊，讲啊你去着较润嘴就是讲要讲话是先想者啊，毋通话黑白讲啊，这来伤害着人，嘴爱较润一下吼，爱润嘴。这查某囝去他听毋着，所以润屁哦。伊想讲老母叫我屁爱忍咧，毋通放，所以呢，伫遐住3个月后吼，转来后头厝。老母看着惊着讲啊！你是安怎生甲安尼变个遮黄酸啊呢？因为我都拢毋敢放屁啊，一个人都身体一直消风伊安尼。老母讲戆囝啊，我是叫你毋通我是叫你爱润喙。
毋是轮屁，放屁是放风，毋管你大伯啊浙江。哦，伊讲好安尼，好，我等去因翁啊，为啥？等去个因翁遐是讲，因翁诶大，因翁诶迄个大阿伯吼，因翁诶哥哥，因大伯吼，都伫遐咧下闲啊啦，啊因浙江哦，啊伫遐咧甲人开讲，啊怎呢啉足久诶屁怎个弹出去，结果讲。因大伯怎目睭去互弹出来，啊！因浙江诶目排骨断三支。这个是笑亏。哦，所以咱有时代差种诶。所以你讲这个笑亏，这应该毋是笑亏吧？这我这是早一笑亏。这个是商业集团。商业集团。你若要笑亏，我但是我今日早一笑亏。我咱就有迄个有一个年代下的笑亏，你不能下来哦。有建立台湾的笑亏。这我处理。我认真看，我嘛感觉有实在无好笑。可能大家时代我要笑拢共款，但是会听得出来讲，台语真济拢爱。押韵你知道吗？对，像你讲什么，毋管是毋管是大伯啊、浙江啦，嘿啊，伊就是要较风有押韵就对了，对啦，对啊。哦，这个像咱顶下讲迄个嘛，然后一代兴，二代盛，三代无不明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新民。满处经嘛，你讲基督徒诶家庭，那无咧第一道理啊。对啊，第一代拢真认真，啊尾啊，就久啊，就变成拢无爱来教会啊。像这嘛是因为有押韵，所以你听了会记得。但是这毋是笑话，这敢若这咱叫好这黑色笑话，知道吗？哦，安尼啊。哎呀，你会笑，可能你会讲，但是佮感觉有迄个心声，你知道？这有影事实是安尼，可能真侪回忆拢这个感觉啦，对吧？所以我说讲者，咱等来看这1915年的这好啊，这有写落来。我是找了一个或者川河真勇，伊写的啊用汉字写的，但也用卡拿呢，嘿对啊，但伊的写讲，伊这本册有这台湾笑话集呢，所以特别讲是咱以前的祖先感觉好笑的笑亏啦，嘿啊。伊拢对啊！我经四个，咱个读完好啊。咱想读第一个好啊。后这后月初五，有一个好业的老大人，迄个人拢毋捌字，有一日钱借人，叫迄个人写借银字，迄个人就写。到后月初五就确定爱还，期限到，迄个老大人就对迄个人讲。借你迄条钱，今仔日到期啦，你着还我才会使啦。欠钱诶就讲，未到期啦，我着写后月初五才要还你。今仔日是现月诶初五，未到后月诶初五啦。哎呀，像这咁好笑，普通啦，普通。但是我调讲经济，我感觉有迄个年代气味，知道吗？对啦，有人毋捌字啊，有人捌字啊，就用这个，咱就好这文字的游戏啦。伊调讲写讲后月初五，毋是写讲11月初五，尾就用这个方法来甲骗就对。对啦，所以这嘛有淡薄迄个，咱就话讲地狱梗啊，啥，就是讲。有欺负的成分在内底啦，像拄仔法师讲迄个故事的，我就嘛较歹势讲，因为迄有用到迄个，你知道？下半身的物件。哦，伊种即摆拢个做危险的，拢袂使讲，你知道吗？个放屁还好吧？咁样，我即摆就样假呢，然后无注意有用克数，所以我咧经历笑话拢就注意，像这会使讲，但是这无好笑。这就变做是查克啦，讲迄个年代真常捌字啦。好啊，这我感觉应该较好笑吧。有一个骑散车的人，有一日拄着一个好野人，迄个好野人就甲伊讲：我要互你1000块，
你互我共事好无？这个散车像一集啊，就讲我收你500块，互你讲到半死就好。啊，无所以感觉这个咁好笑。我嘛是差不多。无所以感觉你敢就无爱笑的。因为是你的问题，你毋是真好的听众，你知道吗？有即款人就配合，你讲啥拢感觉就好笑。像我这我会笑啊，因为我感觉讲这一处的点嘛是讲伊有机制的内底嘛。讲这个虽然散车，但是伊巧，伊知影讲伊去用公司都无钱啊，所以的。但是一个卖钱，所以只有讲半死500块啦。所以安尼嘛算趣味啦，算趣味啦，毋是讲好笑啦。好安尼，我感觉读这嘛袂歹，比咱我一直讲圣经来讲是较轻松啦。爱一直去人悔改，对不对？爱认罪，像这你较袂安尼。好，安尼个来看另外一个这。米配啦，摕物件来配啦，这意思。咱等于做零食啊，有这个书吗？我有这书米配，摕我迄个摕个米来配，摕我土豆来做米配啊。安尼哦，哎呀，这是民俗啊。我听到米配，我会想到不是棉被咧。哦，无，有米配，米配。哦，对，这阮迄阵咧讲，你代安尼讲，会啊，就是。我梅啊边啊，迄个什么土豆啊，对，迄个是米配啊，或者米配。伊迄个时阵无啥物物件通食哦，拢嘛是土豆啦，啥物腌粿啊啦，啥迄个是米配。人家豆油蓝蓝的，敢有只可怜过。我承认我无啦。我迄个年代其实呐，阮的家庭应该算小康啦，因为你至少3顿拢还阁有饭通食啦。这点是无什么伫壁顶写讲欠上偌济钱啊！无啊嘛，升级贫富的故事嘛毋捌去讲迄个干嘛店遐讲写讲写红写讲迄张卡欠3块啥迄款的嘛毋捌嘅，嘛毋捌讲什么，所以安尼是足好呀。读册爱标花啊，嘛毋捌，你嘛毋捌经过，所以算袂歹啦。啊，你无说你是感谢。讲有钱是无影啦，有钱是无。无你来请问有迄个嘛是70岁，讲伊即马足欢乐，伊钱开袂完，爱紧甲开，那开出去新妇伊就无欢喜，讲新妇毋是我生，我老遗产伊我无欢喜。对啊，像即款诶，伊就迄个台湾的用台语讲较好笑，就奇怪。好那个说变成华语，咱咧读迄个米配，即个米配，即个笑过，请。有2个后生3顿拢无米配，因老爸就设计讲，古早人看到树梅就会当挤喙焦。望梅止渴啦，古早人看到梅啊就会当挤喙焦。我当将即尾咸鱼挂到壁里，恁若看一摆，就配一喙饭。2个后生就听伊的喙，伫这时，第2个囝大声喊：“阿兄真妖鬼，加看一摆。”因老爸就讲：“伊打到我咸死咯。”这个就较好笑，那就变起。这个就较趣味。所以大家听有意思无？这就是伊用望梅止渴这个生物去变出来啦。这嘛迄个年代啊，散车嘛。伊这更加可怜，伊毋是讲业来配，伊是看一条鱼啊钓伫，摕一个咸鱼甲钓到遐互因看安尼啦，钓伫迄壁顶啦。所以讲你着看一盖，着配一口饭啦。伊哥哥着看2摆。因老爸讲囡仔着我弟弟讲哥哥安尼就贪心诶。爸爸就讲要咸啊死无紧。这着有迄个某迄个年代家庭内底讲话方式吧。咱会安尼开来开去啦。这个，所以我读这个我感觉趣味点是这啦。讲有影足好笑嘛无？但是我老实讲，因为内底有30几个，我拢看完咧。安尼啊，我要来讲4个尔。做一个人但嘛要复习啦，袂使讲伤济。但是我感觉有诶实在是无啥好笑。好啊，上尾一个囡仔囝诶，
有一个新罗去新罗这我这看起来就欢喜。这你看迄个年代，这嘿，我那时代拢嘛叫新罗，头家新罗啊，就是完工的意思。完工嘿，做工的啦。有一个新罗去收小转来，甲头家讲，我对你真不足，今仔日对建成摕的钱算了毋对。主人听见大大受气，就讲：你这个戆人，你哪会阁算毋对？摕来我看，就安尼，伊甲钱收转来，定算，哎，加2角银啊！迄个新罗就惊惊畏畏讲：嘿啦，啊，我得共加收2角银啦！主人听着煞笑，安尼讲，亲像即款错误吼，是哪济哪好啦。所以安尼有好笑哦，安尼袂歹。无输你笑点伤悬，你知道吗？你拢袂笑，其实袂歹笑啊。再听众朋友，你家判断啦，我讲一个，无输你讲一个台语，你讲一个台北人吼，讲甲一个台中人，甲一个高雄人。三个伫遐咧论讲代志，论牙工呢？牙工或者蜈蚣啊，这个台北人吼，就甲这2个人吼，你敢知阮台北吼，迄一只牙工若大只吼，迄差不多安尼10นิ้重，迄大只10นิ้重。台中人啊，稀罕10นิ้重啊！那阮的牙工吼，几十斤重。但是。几啊10倍以上，几啊，伊是扭一两斤嘛。伊讲几扭重，啊，伊讲我几啊斤重。高雄人讲迄拢无稀罕啦。阮遮的迄个牙工吼，迄一个吼，拢差不多100公斤。尾后才搞清楚讲，台北人讲的牙工是咧讲蜈蚣啦，台中人咧讲牙工是。公鹅啦，鹅有人讲牙嘛，牙工。高雄人咧讲的牙工是码头咧牙工牙物件的工人啦。我处理这想起嘛，所以你还对3个所在的口音有了解，然后我道歉。你这另外相信你的迄个还原性跟伊做人，应该水准拢足悬嘞。这第一个健身级的，跟健身的 level 都可能听有，所以台中人有影讲牙是鹅哦。这个台湾人讲牙是讲鹅，迄个鹅叫做牙人足济呢。牙肉吗？牙肉，因讲牙肉。牙肉饭安尼哦。真啊。安尼哦。真正有啊。这是毋是开玩笑？这真正有。不是个。咱不可当那个倒开吼，变做一个故事安尼。你这充满迄个知识甲迄个台语的文化。有啦，好笑啦，好笑，我知影意思。好啊。笑过讲完啦，咱即摆转来复习咱即个录的总共19集啦。这就是第20集嘛。是。咱哪讲开讲好啊？141集是体地的瘤啊。这2集啦，这是讲一个囡仔，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。发生的代志，算小说啦。因为查甫爸爸过身啦，但是有得到伊爸爸是去参加战争有一个瘤啊，那就是徽章啦。这个查某伊爸爸出海去是水手，2个人就囡仔咧烧钱啊啥，有啥当时牧师嘛出来讲话，我个读是真感动啦，但是有影有听众朋友下来讲伊听到真感动啦。因为尾仔迄瘤啊放去嘛，对啊，伊去跋咧水内底，想要翘起，所以我感觉写这人最厉害啦。但是这个年代是多女性宣告嘛，真要紧的年代。因为你来咱遮就去学校嘛，嘛希望有这个故事，或者囡仔听，伊就知影圣经的道理。无属于会记得吧？想来足久诶，当然。但是这好的故事，你会一直记得点。对啊，所以故事足好诶物件，就是讲伊迄个
故事内面有一个情节，啊有真济安尼真精彩对话啥，迄款物件拢特别足容易记咧。对啊，像讲我明明知影体力无即个人，但是伊跋喺水内底，我既然足紧张诶，知道？对。我一睇就我操埋那跋喺水。咱去看电影时，拄到即款场面嘛是拢会真紧张啊。系啊，我这熬写诶故事就是安尼。嘛一个机会互大家去听讲，咱台语毋若是在写尔，真早都有真好诶文学噶啦，这种百万年啊。对啊，143集是基督教甲迄个希腊诶哲学，是啊，这是梅干姆写诶。是，这有淡薄深啦，但是尾后写者，我即摆想着柏拉图，甲想着苏格拉底，我都感觉伊是基督徒。有影是因的欲望的主已经来啊，你知道？就迄个感觉。希腊哲学跟欠一个讲，因需要一个迄款上帝迄款人 personal God 迄种诶上帝迄款观念啦。无想着讲，犹太人早就为因比版好啊，拄好斗起哩所以安尼想起来嘛，有影是尾啊，基督教法度变做是欧洲上要紧的宗教，然后对大航海时代拖甲全世界，就甲迄个希腊的哲学是结连到真好势啦。当然，即嘛有诶人咪感觉讲咱去有影响去啦，比如讲天堂的想法啦，灵魂的想法啦，啥，总是我感觉是好事啦。我敏感不写就好诶，我读了嘛真感动啦。以后我有甲欧洲诶历史个连起来啦。但是144集就可怜咧，拢是讲宣教诶代志。是宣教想起来迄个时阵我还足坚定诶吼。好对啦，头一代诶人，因为我遮尔相信讲耶稣是上帝诶囝，是救主，去用掠去烧，伊嘛。笑容，你知道？讲我有看着主诶阳光，咱即摆有真侪人拢毋肯承认家是基督徒啊，你知道？所以我真爱一句话，就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你袂使讲做迄个尼哥底母、尼哥德牧，知道？拢是爱半暝才刚去找耶稣啦。是圣经爱唱咧，什么时候在看？这我们咧学习啦。所以像我即马可以带团嘛，我拢尽量食饭前我拢祈祷，我看嘛我紧。想有人会走来问甲我讲呢，讲你基督徒，像伊讲有一个70几岁阿伯，伊就讲，想起来伊细汉时阵，无UDN 啊即个物件，因厝就互伊去教会读UDN啊呢，尾来做医生。我讲你感觉迄阵？记伫啥？你敢会记得什么金句啥？伊讲袂，我拢袂记。但是我会记得圣诞节拢收到卡片足大张诶，还是几啊张？我这差不多。你讲这个人草甲我讲头前后壁会会所啦。但是我说你基督徒啊，你其实应该啊。人是有影，伊讲伊伫去上课摕着迄个卡片。你个年代有影拢会有国啊寄来卡片啊，有影着国啊人下来。毋是。伊迄是拢摕旧卡片，迄拢旧卡片。对美国因世界少，讲恁若有旧诶卡片，规个拢来收来到台湾，来到这东南亚什么嘢，按规通诶拢寄来，同啊就甲分咧。毋是今年写诶，毋是少年诶，就是少别个人诶。对，迄拢旧，但是迄时根本无遐尼水诶卡片啊。所以迄你内面写什么字，你也看无；写英文你也看有。对，伊就讲伊拢看无，但是看无啊。伊就是写伊诶。我来比是安尼吼，因为无说你看有。我都没很贵后边，我都知这是写啥。你是 Mary 啊，那也是你是 Mary 的我知。你嘛袂歹啊，袂歹啊。我感觉做了足好诶工啊，所以人嘛是因为安尼。伊即么想起来就混乱的呢。对啊，我听伊讲嘛就感动诶，我就欢喜讲我有淡仔记得，对，听这个故事。但是无说你即么无留诶吧？无啦，无啊吼。囡仔拢摕去带咧录啊。差不多，甲小学1年2年，还佫有卡片啊，渐渐就一直无去啊。即嘛你送这囡仔无爱。即嘛因无遗憾啊。对啊，像这个我感觉故事真好
宣教那会讲啊遮来，但是尾啊，基督教是变做是国教嘛，啊嘛开始有一群人就感觉讲即个宗教去互权威去引诱去啊，啊就开始有人走去外口第修行啥，反正这有影甲认真去想，你会感觉讲基督教行啊今年已经2,300年2000多年啊，实在就了有去诶，为迄了铁壳啊，为宣教啊，为变国教啊，经过宗教战争，这你安尼规个想起来，我家己想啊，就感动诶啦。更较珍惜讲咱即摆使，我宣认家己是基督徒。以前爱宣教诶，即摆你说毋肯讲，嘿啊，所以台湾遮团诶嘛，有人宣教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巴克利时代嘛，毋是讲。伫巴克利，我看嘛，伫巴克利以前都有啊，有人伫南台湾宣教。啊，毋是讲去原住民诶迄个所在嘛是有。马街有一个对伊学生，伫差不多迄个所在是伫桃竹苗即搭遮，在山区啊，山区叫过新年，系啊，所以咱嘛经过迄个时代啦，但是无讲安尼规定去互摕去烧啦，迄是无，迄是无啦。台湾拢是较嘛袂少人嘛是有人牺牲啦，系啊，所以你使等于听啊，145集是伫讲台湾历史啦，有一个1935年有一个大地震，这我完全毋知，啊，无输联谊会。我无经验，但是我看了文献，我看了一寡资料，我才知影这个代志。啊，我有经一寡人写物件啦，啊，就知影讲，你若是会友啊，你安怎欢迎啦？一开始大部分拢是讲大家互相帮衬啦，啊，有诶有心态去想，就是讲是毋是上帝受气啊啥，迄都你拢是咱会使思考诶点啦，所以我感觉就袂歹。啊，上一集就知影有一个叫做第医生，对人寿啊，但是后壁个出来，因为我迄阵第一个知影即个人，啊，所以这过程有当时有人去问讲，还是听众朋友问讲，这题目落来，因为遐拢信心感动，你知道？毋捌欠过题目啊，但是就听我毋知影讲，后一个要讲啥，就最主要找就有一个题目出来，啊，这是拄好看到迄个历史啦。146集是迄个约尼书，甲末日，啊，这两个关系啦。因为地当时真侪想到末日，啊，咱等于看，古安怎描写末日这样代志啦。无说讲要补充，无说讲末日个来啊嘛。你个袂安尼想哦？我袂安尼想，我就想讲，逐工照规矩活好啊。就是明仔载要末日，我嘛欢喜啊，拄无着嘛是欢喜，拢总欢喜。咱就等下讲吧，主诶是上帝诶日子要来啊。因为我有较早咱要落过启示录嘛，是，迄就讲过啊，因为迄个耶稣就讲无人知啊，对，无人知啊。你即马讲你知就足奇怪，咱嘛无需要知。144集是阴性时，这个敢若是确实迄个个别礼拜时阵得阴的时歌啦，无说你讲你有经好，你要用第一首啊？我一定有一首是家族拢有诶，对啊。对，我的家族都最爱吟迄首诗，我想应该到时会用迄首啊。我若是我会经。我会哪听你啦，希望到尾啊，拢会记得这样代志。148集是威廉文书，这是罗雷故事嘛，是，简单讲就是保罗叫伊主人帮伊刷啦，这在迄个年代是真大诶要求啦，对。因为这袂当干读字面啊，这迄个年代是不得了的代志。因为你会使甲抬死吧？而且是保罗个计讲，你等于爱改当做兄弟呢。对啊，这基督教的大革命呢。
这世界大革命。即我跟你看嘛，感觉保罗我受到真大的启示。短短啊尔，读起来真嘛拄好读一寡台语啦，感觉真水啦。149集是马拉基书，就是讲奉献这样代志。嘛有讲着离婚甲审判。老实讲，迄个我咧想，毋管是埃及啊、佛教啊，逐个文化甲尾啊，敢拢爱受审判呢。这有淡薄变做是共识呢。安怎来我毋知。只是讲审判了发生啥物代志，大家讲话无共款啦。所以毋管你信啥，应该拢无法度相比啦。爱接受审判。离婚这是要讲旧约甲新约都无共款的看法啦。包括牧师，你嘛无法讲真明显讲一定会使，一定袂使嘛。拢是爱照迄个状况去判断啦。我尾也感觉圣经有当时是安尼啦。就是讲你袂使甲当作你要找啥物件来底有直接讲 yes or no。常常是你爱去思考。希望你会使思考出一条上智慧的路啦。对啊，伊讲会使保护嘛，有叫你讲爱下面。像顶一讲的，到尾啊，你伫清楚的时阵，你总是会发现讲下面是较好的一条路啦。离婚可能嘛是安尼啦。奉献这看人啦，我感觉这有影的心甘情愿啦。好150集是优美的言，就真侪细条的故事啦。我印象较深的，就是有迄个牧师的美迄个回忆文啊，讲恁遮拢独做啊。即摆无几个牧师敢咧做啊吧？即摆，即摆无啦。即摆牧师较服务业的感觉，你有感觉？有影，逐个来拢这什么冷气无冷啦，啥拢爱去处理啊。知？牧师你有我是较无赞成讲牧师有更较要紧的工课爱做啦，迄款工课差不多找干事去处理就好啦。你毋知讲以前真卡有啥物门拍袂开啊？都迄无多啦，迄较早无迄款有干事的观念啊，所以你大小事拢从牧师爱处理啊。对啊。猪袂生嘛去为猪祈祷啊，迄款代志较早迄无多。我感觉即嘛淡薄安尼呢。要安尼。囡仔袂读册啊，迄个我阿某冤家，为个可能嘛有影的牧师出面吧。对啦，你若讲阿某冤家即款人际关系吼，这牧师出面就是较好啦。但是客观的第三者吼，还有有薪资人员即款的权利吼。加减讲话放两边较会听无，有你若无一个讲话因听入耳的，都一直吵落啊。所以牧师感觉这是服务的范围的对。牧者应该爱做啦，我是感觉啦。对啊，我感觉有的牧者是爱伤吵啦。伤吵啦，有的伤吵啦。你变做会友嘛，爱较关心牧者啦。莫讲啥，阮刚开会都张了讲啊哭啊呢。安尼啊？你看阮教会应该外表袂歹啊。但这是讲着逐个教会拢问题啊。一开始伊家己的伤责任感，你知无？尾啊拢不甲，逐个讲伊做袂歹，伊就感觉讲伊真侪拢做不好，伊感觉伊对不起上帝，像安尼。安尼压力足大。安尼讲我遮来，反正有味的体验的真侪小故事啦。另外一个我真爱的是迄个刘文斯顿。刘文斯顿，迄了不起。讲走去非洲宣教啥，什么连只长去啊，叫什么叫什么家迄太了不起的。有影看了伊哩，就知影爱甲尊敬啦。伊的外表各方面拢是伊个锻炼出来。151集是安乐家。这是嘛是一个小说。这有够可怜的。就一个囡仔无妈妈的，
拄着一个老人破病，安尼有啥物愿望？等于听讲话尾仔咱嘛直接甲无甲讲完啦。其实尾仔结局是袂歹啦，但是阮留咧一个上悲惨的时阵啦，有影爱去关心社会有影有即款的状况啦，即嘛嘛是啦，因为过来152集都现实的，都得泰戈病遐人，因着若是无愿望，佫会去互侮辱啦，去互赶出去啊，这个接登咱拄仔讲迄个第一线啦，对，第人寿，有去一间病院啦，这思想已经算足进前的啦，就是讲，伊是希望讲伊伫内底毋是敢若亲像病人啦，会使做工啊，会使有所在通行行啊，嘛有礼拜堂啊，虽然讲伊甲即个社会分开咧，内底有家己的社会啦，这嘛足互人感动的呢。这个病院伫北里啊，系啊，迄建筑物啥拢要伫咧啊。有听众朋友写来讲，因有厝诶人就是迄个年代去内底。我感觉知影第人寿诶故事嘛真好啦。伊真感动人啦！一个医生欢喜，我讲伊要去迄个咱讲乐山园，较早人拢读到鳌山园哦。伊要去乐山园。经一个工课是啥物呢？伊是马偕病院院长呢。辞掉院长去接鳌山园。我讲咱即款工课，啥物人做会来？你马偕病院是拢有收入，拢毋免烦恼，逐科落来拼甲你去鳌山园是无钱无迄落，你着家己去募款，佫爱甲人找药啊。迄时阵有影讲，厝边个抗议咧。系啊，有啊，都有人抗议啊。对啊，有人抗议。这即嘛嘛是啦。这个影响着厝价啊。迄也着佫讲。系啊，而且你知影伊个有时间写迄个呢，写一本什么来外口看好哈。这写无简单。刚我摕来看，我实在看无啥有。我个整理者，有一工咧再来读。内底读够水诶呢。读伊话呢？迄专业诶呢？我看出迄读是伊话。迄伊话哦，伊话啊。伊内面佫有彩色诶。对啊，迄读实在有够水。迄即嘛你用印诶，可能都无应该遐水诶。我够厉害诶。你像即款人，无属于个讲迄个故事，我个即嘛都会记得啦。就是讲伊就是伫庄骹佚佗啊，尾有一个宣教师来讲对，既然就互伊。决定讲即世人要做一道，做宣教师，伊嘛坚持到上尾，这有够了不起，这无话通讲，等于听一直为用伊诶话去写出来，感谢啊啥，所以有当写迄个文字词讲实在最要紧诶，咱即摆咧讲用伊诶话读出来，你感觉讲有影是一个真谦卑上帝诶保证啦，153集是活命的花贝，这是要讲啥？我淡薄仔袂记。对，这是啥？这我想起来，这是嘛是一个牧师写的故事啦。就讲将来有一个迄个小儿麻痹的啦，伊去一个好野人的囡仔小儿麻痹啦，伊去陪伴伊，有一寡方法啦，譬如讲先互伊出来行行啊，讲故事我听啊，讲一寡有什么海伦凯勒的故事啊，贝多芬的故事啊，尾好像受着医治啦，毋是讲人有影变好啊，是精神本来要自杀，结果无要自杀啦。这特别是你有像我以前有忧郁症啊，大方面的，这有影当下用故事，主要陪伴真要紧嘛，陪伴这嘛真要紧对啊，莫互伊一寡时间啦，因为有当时你受伤，你会真紧好起来无简单啦。154集是哀求甲哀歌，主要是讲亚利比哀歌啦，但是哀歌大家拢谈着亚利比哀歌，
伊个圣经内底有真侪爱求的时阵啦，无属于阵是讲你破病的时阵啦，是，破病足久诶，你感觉实在是要失去信心吗？要上帝拢有听啦，只是讲这上帝毋是阿拉丁啦，对啦，袂讲你讲啥的，互你成就啦，有当时啊，这过程可能嘛是你的驾驶啦，我即摆去等于看嘛是安尼想咧，我就想讲我这几年我拄好有即个时间，来读圣经，学台语，身体嘛变好，无输可能看袂出来，我30公斤呢。对，你顶摆有摕你前个相我看，你袂记啊？因为咱录音的时候，他较无，咱都来看迄个麦克，较无看人。我有影30公斤呢，对啊，所以有当时爱时间啦，总是你也是爱求啦。那155集是身体的驾驶，是一本册古早人写的，我感觉写得就好诶。有经历过啊，所以知影什么这大身体、小身体啊，前身体啊、后身体啊，经历了较清楚。150集就是介绍两本册，阿摩斯是复习的，何西阿是新的，何西阿讲啊就歹听诶，拢讲你遮的淫妇啊，外口那偷生啊，这样，身体的迄个你知道，迄个内容拢就歹摇会着诶。然后我若，所以我就讲，咱若一开始为第一面开始看，安尼读圣经啊，我应该到入笔记就放弃啊，那就无彩，后壁佫有足精彩。但是一直看身体嘛，感觉就无聊。对，你久久啊，倒来看，就发现讲因的内容看起来意思可能差不多，拢是要行政治的道路。但是伊会用这意味就互你更加印象深啦。迄个伫先知书内面有常常你讲犹太人啦吼，还是北部的以色列啦吼，因亲像吼淫妇啦，听感念的妇人人，迄是一个image啦。迄就是讲你因拜上帝以外，佮拜别个神明啦。这就敢若你著有某以外，你佮有另外一个某啦。你有翁以外，佮另外一个翁啦。所以差不多伫先知书啦，啥作者咧南国北国人，就是咧讲因信仰内面有去偷揽着啦。你个有去揽着别所在人诶神明啦。主要是咧上解迄个，就是因无承认上帝是独一的主宰，这点迄个先知拢挡袂了。是讲这个伫迄个。10条改来的有嘛？对啊，靠亚索嘛，先你讲。对啊，所以你的钱在哪里？你的在钱伫倒位，你的心伫倒位啦。这样袂使服侍两个主啦。对啦，这部分是非常一致的啦。对啦，你无法度用别方式去解说啦。就是对信用这样代志专一的。但是伊讲咧就我怎么讲就歹听诶。咱即摆看到诶，哇，那讲规个国淫妇，那身体出来去用顶一头啊吧？这尾也是讲身体尾也拢死啊，就惨诶咧。就敢讲，这个有影，有当时要做身体毋是简单诶。157集是犹大书甲启示文学因为这内底有讲到迄个。正殿啊，那个瓦殿啊，那个围巾啊，这是真要紧的一个观念啦。你就知影讲，咱手头一本2000年来拢无什么变化，是真了不起的代志。到即嘛，你伫内底各有法度建立你的思想，甚至去建立一个国家，最了不起的代志。就是。迄个年代人有真认真去查课，但是毋是讲看到这个物件会使教死人，嘛有别个，但是伊就毋是圣经这个正典内底啦。我讲伊一直袂歹是讲有讲到犹太人死散了后，伊要怎甲迄个社会，要踮迄个社会徛起啦，因为像我即摆常去摩洛哥嘛，
啊，摩哥特色是啥呢？就是王宫的边啊，拢犹太区。哦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哦？我唔知，因为犹太人太好用啊。迄阵四个去用阿飘时阵，摩哥接来因，拢是上认真的官员，帮伊管遐尼侪钱财啥，拢袂乱去。但是伊踮迄个所在，伊安息伊啥物物件都会受到影响啦。所以像即就着讲着讲，伊开始有人就较爱地府文学，有人较爱启示文学，拢是为时代背景啦。但咱即摆去读迄个，你若知影这背景了，你去读诶，会更较珍惜咱即本册啦，有影非常丰富啦。但是某个尾啊，拢嘛是拢甲赶走啦。完了，较毋是赶走，因就会讲一个故事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上早该批的一些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就是摩洛哥。伊即嘛是一些人嘛会使去遐佚佗哦。因就讲阮是上开放的迄个回教国家。伊讲迄阵希特勒叫因爱甲这人，犹太人爱送去集中营的时阵啊，伊的摩洛哥国王就讲，阮遮无本身犹太人，阮遮拢是摩洛哥人。你有互人感动无？所以伊就讲阮是迄阵，敢若是唯一一个无交出去的国家。所以一直到战后，以色列独立吧，遐人才为遮转去，所以更算讲留上久的一个所在啦。所以我以前我若毋知影遮个背景，还是讲无读过圣经去，较无感觉。但我即摆去去，我会感觉讲，因的确有一个时阵是有遐甲犹太人当作是因兄弟啦。然后遐就圣经讲诶，咱拢是阿伯拉罕诶迄个好兄弟嘛。258斤呢，这都爱牧师补充啊。主要是这是这头一样我读辟邪归正，辟邪归正。这一本册名，它是甘威林牧师。我感觉甘威林的台语就歹读。甘威林啊，甘有合喙嘛？有合喙音。甘威林嘛有合喙哦。林对。甘威林。这个牧师写咱一开始有介绍无？迄个甘威林牧师，牧师有讲毋对，另面有听众朋友讲你讲毋对，足够诶，真认真，真好，真好。我毋对所在就是甲甘威林讲做台湾第一个这个宣教师，英国来的宣教师，这个讲咱毋对。其实那处小，我先讲者，处小应该是马雅各嘛，是医生对不对？马雅各毋是牧师，伊是医生嘛？伊是医生，还是宣教师？伊后来伫教会做甲长老，但是伊毋是牧师。所以即码问题是，伊是算平信徒啦。对，伊算平信徒，伊毋是神职人员，伊无神职人员。所以照你讲，伊袂使甲人实习，袂使洗礼，袂使互人，就是袂使洗礼啦。所以咱头一个有牧师一个迄个宣教师来以前，台湾的信徒拢对厦门请因来个台湾洗礼，不是上去厦门，是叫厦门来办洗。宣教师叫因来专工来洗的对啊。所以咱张老总这个物件就认真的对啊。这袂使我袂使讲张老我紧就无人你对袂使，就是袂使，一定要。咱是一直甲1867年，我记无毋对，1867年李修牧师来，才会使同台湾有正式的牧师伫遮共洗礼。所以第一个牧师的宣教师是李修，毋是甘威林，这点我讲了毋对。伫台湾树顶头若要讲吼，佫较严格咧吼，荷兰时代就派牧师的宣教师来啊！我即摆意思讲，迄无甲算在来，迄若甲算在来是差不多162几年，迄阵就已经有一个宣教师来个。甘志士吗？Candidates 甘志士，对 Candidates， 因为尾啊，就是日月潭那个名本来是或者甘志士湖啦。对。对，迄个甘威林要孝念第一个来的牧师所以甲号做甘志士湖。好，我整理一下。
听朋友即个爱讲个对啊，应该无问题啊。啊，那问题个下来无要紧。第一个来台湾呢，以张咧总来算，啊是讲基督新教来算，常常甲荷兰袂记啦，所以咱就先讲是玛雅各啦，是玛雅各，啊，但是伊是医生，所以伊袂使帮人洗礼。伊无啦，伊无牧师，伊无牧师的身份啦。对，伊牧师身份啊，所以变成讲，你若要信啊，就爱请厦门的牧师来。对，啊，可能开始有人信啊，伊嗯，就写批讲，请总部英国派有牧师资格人来，迄阵派来第一个是李修牧师，过来才是甘威林啦。对，啊，有牧师即个第二个是甘威林，对，对，啊个，就像拄仔讲，你正去推算啊，来以新教来讲，一开始来是荷兰人啦，荷兰人，只是中去互郑成功赶走了后，就登去啊啦。啊，若讲天主教，无一定个会使算甲什么西班牙啊，什么早咱一输啦，对啊，啊，以新教来讲就是荷兰啦，过来就是李修啦，等足久了来第一个是李修啦。无属于也帮李修介绍。我头拄仔讲天主教早咱一输啦，迄是伫荷兰时代北部西班牙的时吼，西班牙是比咱较晚，南部的荷兰的迄新教是较早。啊，毋过到到19世纪啊，咱1865年对台南开始，啊，毋过天主教小可较早几年。哦，为什么屏东有一个？对，什么圣母堂？伫迄伫迄个真金上，真金遐因早咱几年啦。嘛是有的对啊，但是这对我来讲是北宗的啦。对啊，我说，互你时间跟讲一下，你有啥物？互你补充一下。你有嘛足感动诶！迄时代，我捌发生这样代志，我实在是迄落。李修牧师是上早咱伫文献上找到伫迄个外国宣教师诶会议记录，第一个提供爱设立查某囡仔学校。哦，伊是第一个提出来。那是学校是爱查某囡仔学校。查某囡仔学校。啊，李修牧师真早就过身，所以后来将伊即个民望甲实现呢，是李修牧师娘。伊将因生两个囡仔，啊嘛，李修死伫台湾，因两个囡仔嘛一个死伫台湾。李修牧师娘将因的村内真济钱，捐互迄个时阵的教会，讲恁通摕这钱去起啊，即间女学啊，捐遐钱到底300英镑是偌济钱？伊300英镑拄好是中英中学迄阵起起来所有的大楼加起来所有的钱。哦，所以伊是捐300英镑了后，带伊的囝，带伊迄个囝登去英国啊，厝后头咱拢无过伊的消息了。哦，我有影真甘心嘛。哎呀，所以你讲偌济人愿意关注，无简单啦。啊，而且一个是为着查某囡仔，迄种个无即个观念，知道？系啊。哦讲你人家较久啊啦，所以咱就看了一下。啊，即集就是讲，有较深的部分啦，没有上面是冲着天地的主宰啊，在但是就感谢迄个听众朋友讲有无注意的所在。对啦，我讲话讲了伤紧呢。无紧，咱即个就介绍着李修啊，有机会咱再来讲较完整的。过来是迄个政治组上尾一集是那红树啦。那红树，我记得李修嘛看过马街对不对？就是伊去走去，伊陪马街去的嘛。哦，伊迄阵坐船嘛。坐船吼对高雄出去到安平安平接一个德马太医师，德医师佮上船然后船入淡水，船入淡水马街上花的时今仔日伫马街上花所在，恁去淡水拢看到一个马街的像伫遐嘛，迄就是因上花所在啊。了后几工后，敢若2工后，李修想讲要用行对北，因为毋知台湾的偌大，想讲用行讲
阮南台湾的教会去建立上北边迄间大社教会哦。阮若伫上北边用行路行到大社，爱行偌久啊？因就照安一路一直行落来啊。迄阵上到处拢足甘心的呢。毋是，我的印象，所以你看，因为我是老教呢，你讲马该来个我菜椒的时阵嘛是伊个影子，对啊，出来落来，但是到遐讲啊，安尼后盖北边拢交你咯，啊南边阮来。无啦，迄个李友牧师伫迄个港口要入淡水时，伊讲马该这就是规个你要负责的所在，嘿。我即句话真正是变做伊的一世人诶拍拼诶迄落。我听这故事，我想讲，哇，以前迄信心是足大诶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更翻头就转去啊。个马拉利亚啦，我台湾着马拉利亚宣教书是足济，拢无人呢，拜托你。莫讲啥，阮最近我迄个组织里讲要开一个新的集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两个兄弟尔，讲叫阮负责。我讲赛车去，安尼坐一个2点钟咧。我两个人去负责遮大一队，叫恁走一队。啊，我想讲我赛车咧，啊，想讲迄个年代人坐3过来，讲行路诶。伊讲这边拢互你哦，迄这边足大诶呢，哎啊。后你讲阮伫滨海啦，伊就桃园外海遐啦。因为遐教会嘛足少诶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有新屋啊，是什么观音嘛？迄位啊，观音本来有说一间教会伫啊，即摆应该要伫咧啦。对啊，但是你看迄人嘛袂少呢，足宽诶所在呢。对啊，迄个即摆拢无人伫做工啦，应该是有啦，但是足。新屋嘛一间礼拜堂。啊对啊，但是得一间尔。啊，你看咱，免讲讲，我去南崁，阮那东西20-30间咧。啊，你有影着赛车10几分钟尔拢无啊。就这个感觉啊，像因来是完全拢无哦，什么拢无哦。新埔较有人啦，啊，迄个中立迄新埔迄人有较济。对啊，但是即嘛迄个航空城嘛，就较我海边拢在发展哦，是咧想这点，你嘛是爱去甲照顾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啊，像因进前来，拢有影是我可信心啦，迄无法度啦。好啊，反正讲啊遮，你知影咱的。早期宣教历史嘛，就趣味的啦，嘛真互感动啦。上尾有就那红书，这是讲安慰的意思啦。这是讲的是上帝会去审判，互正义临到啦。伊描写拢是一寡战争啊啥，可能嘛是爱有一个啦。你知道无？就是讲，咱虽然讲爱什么拍你诶，爱为先你这边吹尾，你这边吹尾也好样啦。还是讲爱为着别人行一里路啊，有诶时阵可能嘛是爱想着审判这项代志啦。好啊，到这咱想下嘛，录足济呢。啊，我大概听我朋友拢有听，我真感动啊！我家己是受了真济怀疑或者得着啦，我得到真济啦。我若无因为要录这个节目，我袂读这个册啊。对啊。啊，无是有啥物要补充的吗？无咧，这我感觉真好的物件，通互我伫头壳底组织一个，非常好。后盖毋通讲毋对啊。无啦，迄这无法度，这主要是嘛真欢喜大家认真听啦，真好哦，这。注意甲即款所在是真好。啊，好啊，迄个咱来读金句，请牧师。咱今日金句是诗篇第34篇18节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悔的人。咱个读一摆吼，诗篇34篇18节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悔的人。